讲到上帝的竞选，上帝的竞选，咱请罗牧师。咱三个来祈祷。至圣的天父，阮搁一届感谢主你，互阮也有机会来到主你的面头前，三甲读主你的话。愿主你的话进入阮的心，互阮虔诚伫你的面头前，伫你的眼中看做水，互所讲所听的平平伫你的面前，真做有福气的行义路。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大家可能无看过我啦吼，我是咱隔壁教会元岛教会牧师啦吼，有机会因为台南圣安院的奉献主日，一只甲大家来分享。伫分享的大声提醒咱一件事：当咱来到教会内底，当咱咧听讲道，当咱讲咱要传福音，问咱大家一个问题：听讲道为着啥？为着什么人？传福音你第一个要传互什么人？一个真重要的事哦，听讲道永远拢是咱甲上帝的关系。甚至当咱讲咱要传福音的时阵，请你会记得，这个福音大声先传互咱家己。咱若毋知影上帝好，咱要甲人讲上帝好咧。所以一开始用一段话来讲做咱今日开讲道的大声。这段话安尼讲，有人讲吼，人生是乘法。你若无准备好，那呢就算你边仔有搁较好的爱情。有甲你真有缘的人来到你的身躯边，你若忍担，一切拢是空。所以，当咱来到主的面头前，当咱来参与伫这个敬拜中间的时阵，请你会记得先准备好家己，互咱的心有火热的心。所以，当咱在看咱今日的经文的时阵，咱一开始看经文一开始讲啥？当咱面对咱的受调，当咱看见咱的使命的时阵。咱要讲，当咱为着主要做工，咱到底是倚靠啥？伫咱经文的一开始，咱看一个真古锥的事哦。在讲啥？人啊，毋通认为咱家己是真牛。伫现今的世代，当咱面对咱家己的生命的时阵，咱常常伫教会内底，伫咱的服侍，伫咱的生命内底，咱拢期待啥？我靠我家己来做事工，我靠我家己来行这条道路。但是到后来，咱发现。伫现今的世代，当咱在行这条军队上帝的道路的时阵，咱发现，咱的上帝渐渐消失去，剩落是安那？咱家己想要成做上帝，但是咱期待的是啥？当咱面对咱的软件，咱才有看见上帝的光强。所以，当咱面对咱的生命的时阵，请咱会记得，互咱看见咱家己的无够格。伫讲道一开始用这来听做咱的分享，有一段话安尼讲：你可能捌，也是真歹受压迫、受人欺欺、无平等的对待的中间，有侪人看你无好，看你无够格，暂时认为咱做袂到，咱可能会认为咱真伤心、真挫折，暂时咱安那想要无想要做，但是请你想耶稣基督。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的时阵，偌侪人攻击伊，偌侪人认为伊是假，甚至甲笑。但是耶稣知影伊的使命是啥物？伊要为着人活。所以当咱面对咱的生命的时阵，请你会记得，为着你的愿望甲你过要来的代志来做祈祷。伫静谧的中间，你会得到答案。为什么我用这段来请做开始？伫今日分享的过程的中间，我要讲我伫男神所拄到的事。当我伫准备这篇讲道片的时阵，我回想我入去男神的故事。其实当我一开始入去男神，我是读7年一贯制，所以当我高中毕业以后，我入去男神，其实入去第一件事面对着啥？真古锥的代志。当我伫回想的时阵，我迄时阵伫写报告，连报告爱做封面，我嘛毋知影。所以，当我入去男神的时阵，一开始真惊吓。甚至当我甲身躯边这同学伫遐伫讨论、伫读册的时阵，发现哇，身边的同学一个比一个较牛，会晓弹吉他的，会晓唱歌的，哇，读册真牛的。我咧想，
上帝啊，你啥叫我来到南市？甚至到后来，我印象真深。伫阮神学院内底有一个老师叫刘清泉牧师。当阮1年的时阵上伊的课，伊甲阮讲一个真古锥的几句话。伊讲啊，恁遮的高中毕业无读大学的来遮读册的神学生啊，我要互恁狗屎变黄金。这段话我想真久，甚至放伫我的心中真久。虽然伫迄个时阵，啥物拢毋知影，你来到南城伫遐咧读册，但是到后来，这个老师讲一句话：狗屎嘛会变黄金啊！请你着认真去行答吧。所以我永远会记得，当我伫南城读第一学期结束的时阵，我真紧张，紧张啥？我可能毋知影倒一科会去互断掉。这是大学生拢会拄着一个真沉重的事。但是当第一个学期过了后，我到后来读到7年毕业，我就无烦恼这件事，因为我知主啊，我毋是因为我敖，是因为你拣选我，我愿意，我来到主你的面头前。所以当我伫人生的日子咧过的时阵，我永远会记得一个真古锥的代志。当我要毕业啊，大家神学系做伙伫遐咧开会，咧讲一个代志。因为阮拢爱读希腊文甲希伯来文，话学弟妹就伫遐分享，这真困难，真艰苦。我徛起来讲一句话，无啊，我会记得我迄时阵咧读希腊文甲希伯来文，我去带人去西亚吃眼呢。然后我边仔一个同学徛起来讲，我看你读册对1年到7年，敢若拢真轻松啊。我讲无啦，我嘛是有认真的时阵啊。其实到伫后来，我发现一件事，就亲像咱今日经文所讲的。当咱行踏伫咱生命的路站，当咱行伫咱的侍奉的道路内底的时阵，人永远袂交集。就亲像我共款，当我高中毕业的时阵，阮母会牧师甲我讲，你也要行这条路，那安尼大学免读啊，去7年制，7档上无互你造就较深定。但是拄入的时阵，真正真惊吓。伫这个行的过程的中间，学习一件事，我靠上帝看见家己的无够格，就亲像今日经文同款。所以经文安讲，上帝安怎拣选人？伊拣选人是咱真敖，所以伊选你吗？还是你外有亏力伊选你？其实一个真重要的事，看你是毋是有愿意。其实上帝永永远远拢伸手在邀请你来行一条服侍的道路，行一条伊所引出的道路。但是咱是毋是愿意进入这个邀请的过程的中间？你是毋是愿意？所以当咱看见家己无的时阵，靠看见上帝大亏力，无一切拢是空啊！所以到伫后来，当咱在讲起咱生命的故事的时阵，当咱搁一届伫南城纪念主日咱三甲组织的时阵，直接无要讲我偌高，无要讲伫南城内底大家偌厉害，是要讲起一件事，互上帝显明伫咱的生命的中间。有一个牧者，伊安尼讲，上帝敢有无公平的时阵？咱常常可能伫咱的生命拢会讲到这个代志。有时咱会讲，迄个人是安尼，迄个人是安遮好，为什么伊就有这个机会？为什么我拢无？咱会讲上帝啊，你到底有公平无？但是这个牧者煞人咧讲，当咱在讲是毋是有公平的时阵，是咧讲啥？当对咱家己较有利益的时阵，咱是毋是有计较公平无公平这件事？公平到底是啥认定的？伊煞来讲，上帝真正无公平。迄个无公平是对耶稣无公平。耶稣无犯罪，无应该承受任何刑罚，更无应该受死。但是伊代替咱有罪的人，互咱因为伊得到救，得到称义。暂时得到永远我得到上帝恩典，安尼对谁较无公平？这是伫咱的生命内底，咱定心思考一个真重要的事。
就亲像伫我的生命过程中间共款。当我伫读册的过程，伫男性受造就的过程的中间，常常嘛咧想啊，上帝啊，你是安敬我？啊，我到底会当为着你做啥物事？有时嘛咧想，啊，别人拢安那，啊是安那，上帝你敬我来是要做啥？伫学院的过程的中间，一个学长安尼分享，咱敢有想过？啊，为什么咱要入来神学院？为什么要服侍？这学长讲一个真古锥的比喻，我听了我嘛感觉袂歹。伊安那讲，咱可能就是罪犯较重啦，所以爱来行这条为主服侍的道路，毋是咱比别人较敖啊。所以到伫后来，当我认真伫这学长的分享的故事内底，我嘛想，对啊，人啊，你无较敖，咱是要看咱到底做了啥。甚至到伫后来过程的中间，男性有2个礼拜，早倒甲暗倒。当我读到5、6年的时阵，伫暗倒的过程的中间，有的人较少来，所以暗倒的时间无暗倒的人数较少。但是暗倒分享的拢毋是老师，拢是学生。伫学生的分享的过程的中间，一个学长伊安尼分享，伊起来讲：当咱参与伫每一场礼拜，请你会记咧一件事。咱准备的讲道，虽然咱知，毋管人多少，但是你爱会记咧一件代志。伫咱礼拜当天内底，耶稣基督永永远远伫遐咧听咱怎样分享讲道。所以伫这中间，互阮定心合适一件事。主啊，你拣选阮，你会陪伴阮行这条道路。所以当咱伫看咱信仰的路站的时阵，尤其是今日男神纪念主日，咱可能会讲啊，罗牧师来绝对要做几件事。第一个代志，募款为着男神奉献；第二件事，就是叫大家来读神学院。其实对伫我来讲，还有一个更较重要的代志，互咱大家看见咱甲主同行迄条道路。毋管咱是毋是要行到伫服侍神学院内底，正做全职的侍奉者这条路，其实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服侍的道路，但是咱是毋是有认真行？就亲像咱今日经文的一开始所讲，咱的服侍，咱的使命是为着啥？上帝拣选咱是为着啥？主要是咱是毋是愿意伫这条道路顶面？所以到伫最后，请咱会记得，人的呼召甲上帝拣选在伫一个关系结连，迄个结连在伫耶稣基督的拯救。当咱三角组织伫这中间，当咱在看见十字架的时阵，你看见啥？在讲起一个机会，咱才有一个机会，甲上帝有结连，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互咱行一条正圣的道路。这个正圣的道路，要互看见一件事，主伫我身躯顶所做的事，即摆嘛要将这个福气传互你，互你看见上帝恩典甲你三角之地。所以有一段话我真爱，叫做“看无家己，只有基督”。其实人啊，当咱在行到咱的信仰道路，对伫我本身来讲，我无期待人看见啊，罗牧师偌高拄偌高，罗牧师安那，无啦。我期待伊会当看见，哇，真正有耶稣基督伫咱的教会内底，伫咱这个社区内底，毋是看见人的教，是看见耶稣基督。所以嘉伟牧师有讲起2段话安尼讲，伊讲啊，明白每一个工作的价值，用你坚强的意志甲信心来完成伊。但是伊伫讲即句话了后，佫讲一句话更较水，伊讲啦。伫我生命内底上伟大的快乐，是上帝的存在。当上帝甲你同在的时，你就会当做任何的工作。这是一个真水的话。当咱伫咱的生命在跑走的时阵，毋通看轻咱所行的每一件事。
因为只要有主甲咱伫地，咱就要行遮个代志。所以伫最后，我分享我生命故事。伫阮7年一贯制的过程的中间，有一句话我真爱，叫做“带落去”。阮的学中拢甲阮讲，处理误会真简单，做一件事，将你家己带伫迄间教会，带落去，互遐人毋是看见你本身阳光的生命，是将你带落去生出福音的种子。我即句话真水啊！所以对伫我本身来讲，当我做传道教弟，我做牧者的时阵，我每一当拢会甲我的会友讲道讲一句话。我毋知伫今年服侍，伫我徛伫即间教会内底，毋知大家有看见我无够格的所在无？甚至伫迄个讲道的过程中间，我嘛在问家己一件事：上帝啊，你是毋是爱我去继续行这条道路落去？这是一个真重要的事。主啊，是你互我行这条路啊！我嘛需要搁一摆问你，我到底行了对也毋对？这是对伫我来讲一个上大的勉励，因为大家看见我，应该拢会问一句话：哇，牧师你真少年哦！甲大家讲我71年厝的。当我去第一间教会服侍的时阵，我做传道真紧张，因为安那我抽签，我足想要抽去庄脚教会，因为大家人情味较重，上可能会当对我较有忍受的空间。但是无拍算，第一间抽起来啊，代志大条，高雄中会，然后分派去一间文化中心边仔的教会，无大近，哇，人数阁有淡薄仔济8通的。当我第一天入去的时阵，我真正无适应，因为安那我真正真少年。当第一届在开中职会的时阵，我坐伫遐，哇，下骹遮的人，有的人会当做我的阿公。所以我咧想，上帝啊，你是怎叫我来遮？所以到伫后来，伫我正做传道的迄段时间，我感谢主，有遮中职正做我真好的同工。甚至我有时会讲，因是我服侍过程的一个老师。为什么安尼讲？当我开始服侍的过程中间，其实我真惊呢。每一届要翕相的时阵吼，我拢去叫会友紧来。我印象真深，一个小会员甲我讲：“牧师啊，你着徛伫遐，传道啊，你着徛伫遐，大家都会挖过来。你徛好你应该徛的位置。”我咧想，对呢。但是我做传道，毋是我教，是主啊！你叫我行这条道路，就亲像伫我的生命内底有当行这个正做牧师的这条路。我的小弟真古水，伊考神学院考3届。另外一个是我辅导的青年。当我做神学生的时阵，一个青年来到我的身躯边讲：“啊，罗哥啊，罗哥啊！我想要读神学院的。”我大家讲一句话：“你倒去想看卖，上好是目。”为什么？这条道路学得行，但是当你愿意进入这个服侍过程的中间的时阵，请你会记得，互你的生命真正伫主的内底，真正带落去。所以到伫后来，伫今日南城的纪念主日内底，真感谢主，互我有机会直接甲大家分享。伫分享的过程的中间，请咱会记得，伫咱教会、伫咱规个教界的中间，神学教育是一个真重要的事。为什么安尼讲？当咱期待有一个好的牧者的时阵，请咱会记得，将咱教会感觉优秀的青年送去神学院内底，互伊受到好的造就。伫咱教会内底有好的培养，伫神学院内底有好的造就。到后来，伊去到教会服侍，较有法度成做一个认真好的牧者。无咧，无咱拢安怎做？
将咱感觉好诶人才拢安那做一件事，我迄考着国立大学，考着台大诶，就互伊去搭台大做医生啊。读升学院心目过一站较来好啊。然后咧，什么人要来到教会内底服侍？什么人愿意将咱好诶青年，将伊造就了，成做一个好诶牧者？这是一个真重要诶事。暂时请咱会记得，尤其是咱这青年人，毋通看你少年。其实上帝竞选在早就选到你啊！为什么我安尼讲？若知影我诶故事诶人，拢会知影一件事：我还未出世就去我诶妈妈奉献伫主诶面头前。所以我印象真深。我妈妈永远拢讲：你国小写我的志愿拢讲我要当牧师，我讲有吗？敢有可能？但是无拍算到后来行这条道路，伫这条道路的过程的中间，请咱会记得，我永远认真做一件事。我可能无法度真做一个真优秀的牧者，但是我期待一个代志，会当做一个认真的牧者。上无伫主的面头前，我认真看册，认真灵修。将上帝话认真甲大家分享，可能要做做袂到的事，但是请咱会记得，伫今日男神主日的中间，咱也有法度的为着神学教育做奉献，因为这是咱过来教会10年、20年、30年教界过来的道路。暂时若有意愿的，请你行这条道路，请问家己。你是毋是愿意？请问家己，你是毋是愿意行这条道路？若愿意，请你奉献你家己伫主的面头前行这条道路。第三件事是一个真重要的事，请咱为着神学教育这的神学生、这的牧者祈祷，因为伫咱现今的世代，社会一直在变迁，社会一直在进步。我拢定定在甲同工分享，即摆只要徛伫讲台顶，伫教会服侍的同工，拢是好同工。当咱在讲这条信仰的道路的时阵，期待咱嘛为着咱的牧者，为着这的神学生祈祷，就亲像咱教会共款，咱可能有时真期待有神学生，但是咱怎样看待神学生？有的教会怎样看待神学生？阮教会就欠某米人才，神学生来若无的拢叫神学生做。但是请咱会记得，神学生是互咱来到教会一个学习的，请咱用基督的心、扶持的心来做伙行这条信仰的道路，包含牧者嘛同款。因安那，阮嘛是军队主的人。嘛需要大家做伙行搭这条道路，就亲像我顶礼拜还搁在甲教会会友分享一件事，牧师搁较安那嘛是2个人尔，最近搁生2个囡仔，需要大家同工做伙行这条信仰的道路，大家做伙扶持，互咱行这条水的道路。所以期待咱做一件事，为着咱教会这的牧者，为着咱的青年来祈祷。毋管伊尾仔是毋是要行到这条服侍的道路，但是咱拢在行一件事，伫上帝信仰内底行出伊所欢喜的道路。所以伫每一届我咧就任的时阵，也是阮每一当就任的日子的时阵，日期到的时阵，我来甲阮的太太做一件事，重新念一届阮就任书，暂时伫遐签名，搁一届伫遐祈祷。主啊，有时阮真正开力无够额，但是阮重新愿意伫你的面头前恳求主你的恩典。这段话是伫我的就任室内底一个我真意爱的一段话，伊安尼讲：什么叫做上帝恩典？上帝恩典另外一个名就是啥？意外。意外成为安那？
人看袂透人心，嘛看袂透迄个看透人心的上帝。上帝恩典有当时啊，互咱安那惊喜，但是有时会互咱安那跋倒。为什么？上帝恩典超过人所认为的事。上帝恩典推翻社会会认为对的代志。上帝恩典挑战一切认为是义的事。伫上帝恩典的面头前，人会当做只有谦卑安静；咱会当做只有心存感恩。我感觉这句话写真水啊！上帝恩典来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，毋是大家拍扑啊欢迎呢，有的人真惊吓。但是对伫咱来讲，有一个真重要的事。当咱做伙行踏伫这条正诚的道路内底，毋是咧讲起咱外交，是咧看见咱无够格的所在，暂时牵条主。就亲像我常常甲会友讲的，感谢主，我有机会出国佚佗，伫侪教会外口，拢画什么图，刻什么雕刻，拢在画天堂甲地狱。当你入来到教会，你是准备怎样的心？当你讲要为主服侍，当你行踏伫主的道路，你到底为着啥？咱今日是毋是准备好心来到主的面头前？也是咱坐伫遮在想，我等下要食啥？我等下要去倒一间百货公司买什么物件？就亲像今日男性主日，伫今日的时阵，侪为主做工的这牧者、这神学生，请咱搁一届为着因祈祷，互咱过来的日子，互咱过来的教界。伫咱的祈祷，伫咱的奉献，伫咱的服侍内底，愈来愈水。伫上帝眼光，诚做好搁水的历史。咱三甲来祈祷。至诚的天父，阮搁一届感谢主你，感谢主你，互阮有机会来到主你的面头前，领受主你的恩典。主啊，阮知阮真正无够格。主啊，阮知阮无真够。但是主啊，阮愿意拍落伫主你的面头前。主啊，请差遣阮，互阮伫阮的工作、伫阮的性命、伫阮所行所做一切的事顶面，显出主你的荣光，互人看见阮的性命，看见主你的荣光，互阮的性命满满有主你的恩典甲阮同在，互阮无论去到倒落，诚做迄个所在祝福。无论阮做怎样的事，拢诚做迄个所在的荣光。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